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法国人讲法语，日本人讲日语，咱台湾人讲台语。吼，咱即马要来讲什么台语呢？咱今日要来讲咱即个机械加工部分的台语。吼，嘛要讲到吼，咱机械加工上界出名的一项是叫做啥？叫做车床。车床敢是咱新闻常常听到迄个车床，还是讲咱事上咧讲的迄个车床？毋是吼，咱要讲的这个车床是一个较专业的名词吼。咱要讲的车床是啥物车床吼？就互阿峰带你来咱这个革命生的因的这个工厂来看卖，讲车床到底是生落啥款？车床是会当接触讲咱机械零件内底啥物款的配件吼？行，咱做伙甲阿峰来看卖，行。革命生诶。吼，咱吼今仔要来访问讲吼，咱即路车床啊，车床的部分机械内底的车床，会咱讲麻烦讲吼，你来甲咱小解一下。好啊，咱来看卖。咱其实传统机械车床部分吼，咱就是拢是用手鼓的吼，咱无一个像讲自动的加工的部分，拢是用手鼓的较传统。小等下，咱大多有听到一个物件叫做鼓，什么叫做用手鼓？鼓的部分就是像讲咱这个做煎熬的一个动作，吼，这倒手柄、正手柄，吼，这动作就叫做鼓，吼，咱咧讲鼓车床，吼，这煎熬，吼，拢是安尼，这动作叫做鼓，吼，鼓车床，这是咱今日的原料。这粒咧叫做三角啊，一般传统就是有三角啊，搁四角啊，安尼，这个叫做含豆乳，吼，咱负责这个部分吼，扫起哩。扫起了，甲吹好按，咱对这个所在吼，会使来调整咱车床的长数，吼，像这个 H， 吼，就是较悬速的 ，L 就较低速的，吼，咱才有一个表，咱会使来参考，咱看车什么款的物件，需要什么款的速度，拢会使对这个表内底查资料。安尼，即摆咱开关甲切落，切落，咱的车刀，车刀就倒入来。咱就先来开始车吼，倒入来了后，车刀切落去，这铁丝拢做来的，嘛足烧的，咱这拢爱细字，嘛袂使挂手套。咱这个面的部分吼，咱会使甲车较水的，安尼落来，倒落来，这目睭拢爱注意。咱再来量伊的寸步，这叫做劳力士。咱会使来量吼，看咱拄则车的外径是毋符合吼，咱的刀面吼，车伊的外径吼44。咱即摆安尼车到咱尾的寸步以后，咱再来拉线大坑吼。线大坑爱较慢的，爱伫中心安尼。好，咱车床简单一寡动作吼，就介绍到这。咱车床吼，除了讲就是简单车，也阁会当落空、切断，车架、眼花，吼，这复杂的动作吼，咱是到吼，大家若有想要了解、想要知影的。伫咧下骹甲咱回应一下，讲你想要了解倒一个部分，我再来请即个革命师的，过来甲咱示范一下，讲看是车架好，还是切断也好，还是讲要眼花，再来大家介绍。咱就问即个革命师讲吼，咱即个工厂内底，敢还阁有啥物其他较趣味的期待？有咱工厂上重要就是啃肉机，行，咱来后壁看。啃肉，行，安尼互你带咱来看卖。咱这台就是啃肉机，伊啃肉外圈的啃肉机。
介明显，咱后壁这台牵肉机啊，你敢会当甲咱观众朋友小小解一下，讲这台牵肉机的功能是咧创啥？好，咱拄则伫车床做一个车的动作，吼，啊，这嘛已经就处理转来啊。咱这个牵肉机的意思就是讲，对伊的表面咱做一个较幼的加工，较精密的加工的部分，所以讲叫做牵肉机安尼。啊，咱甲看这个牵肉机顶悬啊，伊无了啊。啊，咱这个零件是要安怎固定伫咧这个牵肉机顶悬？哦，咱这部分吼，咱这有一个带动的。啊，咱拄开始才有落两个线大坑。吼，啊，咱线大坑等下就是用拄的。啊，这个带动的，带动甲夹起哩。吼。哦，啊，因为咱拄正车床的部分，咱才有落两坑线大坑。吼，咱就会使安尼。咱这零件夹起了后，咱就是靠这个去带动，吼，安尼就会使带动。啊，咱靠这粒石啊来做牵肉的动作。好，安尼咱开始操作。啊，即摆到啊。咱石仔摕出去，我甲动完。哦，咱外腔牵肉吼，就介绍到这。啊，咱即摆来介绍另外一台牵肉机，是内腔牵肉机，行。介明兄，我伫桌顶吼，捡到两支线达，有一支洗到较特殊的，你敢会当甲咱小解一下，伊有啥物功能？好，其像这一般线达，咱就是咧拄线大坑的。咱拄掉的，再用石仔来做一个牵肉的动作安尼。啊，这支较特殊的，伊的名叫做龟梨仔线达。龟梨仔是啥物咧？龟梨仔就是古早时代咱台湾落雨的时阵会治的，迄个叫做龟梨仔。所以因为造型做成龟梨仔，所以叫做龟梨仔线达。好，行，安尼咱来去后一台。好，行。好，咱即摆我来介绍这台内腔的牵肉机。咱今日有介绍过车床，啊，搁牵肉机。牵肉机各分拄则一台大腔的牵肉机，啊，这台内腔的牵肉机。咱来看内腔的牵肉机，这甲车床的部分拢是共款，这嘛是用三角的部分来做固定安尼。啊，咱上重要的是这粒石仔，牵肉机拢是用石仔来做，来做操作。介明兄。啊，无咱即摆来牵一个试看卖咧。好啊。咱用这支旋加过去，来面看卖咱的寸步有够咱的舒服无？啊，有当时啊想讲咱的工课量若较济的时阵，咱就用这款的钢的地具，哦，来甲好看卖的。若好的落，表示讲伊已经到咱的寸步，咱需要的寸步啊。啊，咱这内底有一个穿压钩。穿压钩目的是互咱带动使用的，譬如讲咱这个绳啊，放入去了后，伊才会穿一支穿压，穿压的时阵，穿入去的时阵，咱这支咧带动的时阵，就连带这个工课做伙带动。这就是咱机台内底一个零件，会使带动伊的这粒物件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咱已经到咱节目的尾段，啊，伫咧咱尾段的时阵，咱就来请咱即个革命兄过来，甲咱复习一下咱拄拄看到的专有名词，洗做三款。来，这是三椒啊，三椒啊，三椒啊是咧腌物件的三椒啊。啊，咱这是椒啊，椒啊，咱咧啃肉的时阵咧用的物件就是叫做椒啊。椒啊。这叫做麦苦肉，麦苦肉，嘿，麦苦肉。咱这会使牛甲条咧，100条等于是1米里，会使牛甲条咧。这叫做神打建字，神打建字。这支是咧牛内腔的，内腔，所以这个是咧内腔，啊，咱这个是咧牛外腔，对，牛外腔的。啊，咱这支咧，这叫做劳力士，劳力士，劳力士。这咱算伫咧咱机工厂嘛，算正定定去看到的，这叫做劳力士。这个叫做龟雷亚圣达，龟雷亚圣达。啊，伊算讲咱是一个圣达啊，造型较特殊，哦，所以咱就甲互一个较特殊的名，叫做龟雷亚圣达。这个是地菇。有当时咱工课量若较大的时阵，咱就会用这款的港的地菇来和。哦，若和的入面就是咱的寸步已经够啊。其中伊才有串仔膏，串仔膏咱若插串仔入面的时阵，咱这就会使做一个固定，就会使做伙带动安尼。哦，所以讲吼，这个心仔就是上主要就是讲，咱用这心仔咧加。牛的时阵，就免用这支酷咧看这个表有准无准，伫咧大量加工的时阵，会当较有效率安尼。哦，啊，咱嘛有看到讲，咱这个工厂内底有做侪机械的设备，吼，啊，咱若想要讲，看咱这个革命兄来小解讲有啥物机械，还是讲啥物机械的加工的部分，就咱伫咧咱节目下底，甲咱留话安尼吼，留话甲咱讲你想要看啥。啊！你若想要看啥时阵，咱就过来请这个革命兄过来，甲咱小做一个一集来小介绍一个咱机械的部分。好，啊，咱节目就到这，就感谢大家。啊，会记得甲咱斗分场、斗时赞，啊，斗甲大家小介绍一下讲咱这个节目。好，感谢大家，再会。